发现一个好玩的发泄情绪的软件，就是这个软件，你把对方看的不爽的那个人的名字输入在里面，然后点击 play，ZXC，好的，然后你就按 ZXC 打他，还有右手打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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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看他不爽就打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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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看你老板不爽就打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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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用棍子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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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还可以左勾拳，哒哒哒哒插眼睛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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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哒哒哒哒哒，最后一次。笑死我了，把你老板炸死我！